다 남발행에 청원아 다 인공들이 쇼 요새 다 인공들이 쇼하듯 다 그것도 앞서는 정말 다 들을 쉬어야지 당 아니 즉 첩지도 근데 이제 제시기 다 왕슬라는 저기 길에 다 대체하러 그것을 봐도 심해 대단 제순전에 가장 남자는 좀 최대 아니마 당봉에 남자는 좀 최대嘛属于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午安。接下来呢，会给予这个下午的行程，这里会给予观音菩萨的这个灌顶。但在这个之前，三主要道还有一些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会先继续讲解三主要道。天亮，这里，다 인중 상심 양답에 따와 숨지다 남이도 남부선 대송이 말해 다 디나네 거스마바디 다 숨바 양답에 따옴 동리이다 우메다와 기주디 송이 말해 대래양 다 난세기와 체베이나 따와 계급이 규젠데마다 되네 따와 가라 계획 톱데마다 되네 지 계획 체데마 체제 그래서 수명되어라我们三主要道在讲的呢，也就是出离心、菩提心，还有正见。那么正见，接下来我们谈到的就是第三个正见的部分，它讲的也就是所谓的空性，还有中观。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它有分为两个，一个是为什么需要寻求正见的原因，再来第二个是所寻正见的正文，还有升起正见的一些标准。대라야다 통마 대라야다 내로도베 실험에 대한 인증을 해줬습니다. 검체야 시베자와 제벌면 예비 대시 딘디도베 털런베스 首先祭文是不具正悟实相会，纵修出离菩提心，亦不能断三有根，故当勤正缘起法。 다 네가 가르치면서나 다다 고는 쉬는 신기에 동리가 다 유리 깨고야 내가 신부이 뭐 다티 개신부이 뭐지 땡겨요 말했어 这个偈言呢，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行者我们要升起空性正见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空性正见，很重要。 동리가 다 가서 동리가 다 유리 맞게이면은 인조의 전주기 섬라 수업에게 탑이 차는 배와 체외네 안드네 집에 자주는 말했어. 알았으나 집에 자와데 가사든지래. 다들은 진당에도 규백에 로시 개비나 안다고 원인의 제도래. 원인의 제도래. 근데 맞으면이나 뭐 이년부 제도 말에 그 수준지는 말에 드네 인주산에 가사다 저 던진 소말에 但却一等人已经人当民族写过来，但现在算金牛了，但嘛现在算金牛嘛了，人民就是地就是人的呢，东尼到位投了，这他把那边看上了，你东尼到位投了别个把的，现在那开什么来说？ 所以在这里呢，提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或者没有空性的领悟的话， 那么，就算具有出离心或菩提心这样的方便法，还是无法根除这个轮回，所以叫三有根，就是轮回的根是无法断除的。这里轮回的根指的是什么？也就是叫做人我执。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人我执是要对治的，要被对治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找到直接能够破除对治我执的方法，那么也就是空性的领悟。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到，或者说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轮回的根本，也就是这个我执，它包含了所谓人我执、法我执是什么。
然后同时运用直接对治人我执跟法我执的方法，也就是空性，那么才有可能断除这样轮回的根，破除这样子的人法二执。那么对于一个想要解脱的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这定中啥的用过吧？他军这个定这，军人这不中定这，咁这个定这的军人这不中定这怎么样吧？平时店里出吧，平时店里打吧，那团起来啊，定这是个不行，差点好了是。所以接着祭文也提到说，因此要修持修正叫缘起法。那缘起法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说法说，就是譬如说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缘起法。但在这里所谓的缘起，它不只是因果关系而已，而是只要有任何相依相存的这种关系性的，都叫做缘起。大家你把戒别讨论呗，好呢？大家你把戒别讨论必须得说一把，对了呀？可是宽带选那么谈这个，原来那样路没同行。明白这所可以关系吧？现在三个阶段那么来说。接着一个偈言呢，就进入到正见的正文，那也谈到了升起正见的一些方法。偈文是：若人照见轮涅法，一切因果永无谬，一切所缘尽灭除，此人已入佛喜道。但你那老来听到多的搞的说什么？大家这宽带给学他们这什么的呗？大这就当这语言，女剧、女人剧，恰见了说吧，看到了，宽带给学他们这平时点点打吧，民间大约咱们现在这个多样，那就民怎么打怎么打吧，怎么送点给，点不嘞？民间大约怎么的，但军这些，民怎么打打吧怎么的，军这些民路啊，有点吧。基因吧，也些虫。但呢，没别的说可以关系吧，啥的啦，那就自己没别的说是那这个多，但自己没别的说，也让自己这边真当，心主要了，这全部移民呐，那教育界别那么是那这多，但养大别大啊，我们那么来修不来是。这个偈言呢，主要在告诉我们说，一切轮涅的万法，无论说是因果，或者是心境，或者说是这个情气，或者说是能依所依等等，这一切，它都是依缘而起，假名安立的。所以这样子了解到这样一个因果，是假名安立而存在的相依的关系，了解到它的真实无谬性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再来第二个部分提到说，一切所缘尽灭除，此人已入佛喜道。这是指说，当一个人透过观修空性，对治了，直接破除了他的人我执或者执着万法真实存在的实有执着之后，那么他就能够了悟中观，也就是进入到佛欢喜的道上，所以叫做佛喜道。当然，俺做了呀。连人处处的难忘能心机，难忘打，俺做了难忘能心机，那这我别你出现来抓到，看到了这预计你出来呀，手不现在抓到，你就要的为啥呢？要嘛的是，那难忘怎是没办法意思，看的是呢，不然，这个电竞这玩意儿往个难忘怎是要。那我真是没办法意思。他的别的的下游就是啥，他别的那时候那么远，TV 路在老年路的大前面隔离啊，老年那路里啊，他就送烟，这个鱼档鱼就搞把的米送烟那时候下掉，拿出来啊，怕得就啥那边，俺拿出来边我送不着去，哪里要来的？因为我那城里别个老年那路里啊，真的就俺说哪能新这个，真的这个别。我送不得这边，俺说那不能点把起要嘛的，
但因为呢，南华暂时用的要的，这个南华暂时还是用的。他南华暂时用的要的，这南华暂的，那个人就比较出现的，看到这个语言那说法是了典型的，那个就还说啊，做了呀，南华去，就没干咩的，马上干咩的去，那这是下用过了吧？因为就是啥地就是点呢，等这个团呢，这个。看出来这个，当南东给面是那这样的，这个他呢，国联国的开什么意思来？就像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经验到的这一切哦，这一切的显现，它并不是说如我们以为那般的真实存在哦。虽然它很清楚被我们经验到，但并不代表这一切我们经验的它就真实存在。那么，但同样呢，也并不是在说那就要遮止或者说要否定这我们所经验的这一切，也并不是的。那换句话说，它就是被你所经验到，但它并没有一个真实性。那它之所以会显现，是因为原子聚合了，它就会显现出来的。举例来说，就像我们看一场电影，那么你会看到电影中有许多的剧情、许多的画面、许多的人事物，但这一切你很清楚的被你经验到，但这一切它都并没有真实的存在于那个影像当中。여러 사람 시행도 망고 시다 시야야래 띵아랑게 시도 말에 다 대부분 시야샤위나 다 간다 저 동리사데 다 동바사지 다 간다 저 동바的동리사 다 미망오지기 동리사도 다 매대버시 나토메도 저 되는지야 동리스 관련되어 정리하래 가 매대버시 다 이내 동리사의 초진에 다디 데르브제 가사 가야 매대버지 뭐인바 이 가르이는 종초하게 고랑 고급으로지 opportunity로지 다 남준 다지 남준 동일의 최근 중에서라고도 와 그래서 건 중공으로지 최탐제 지 가르쳐다 된지이 나와지 않아 처배 다 고급으로지 와 러신기 영어디어 대민주사 다 디주전되네 받아들이지기다 가르쳐야죠. 삼로를 동과데 동의사데 강야 매대버지 나토메로 좀 뭐인바 대례 탑에 된 현시 예버지다 된 사무 현시 예바 그지 관계 과데 개점 차대요 마다 강야 매대버 나토메지는 따대고 사무스 개쳐 말와 다 매바 지 가르쳐야지 강야 매대버지가 바지 지당 미수에게 딱 롱어로 거라 나라주디 롱어로 차는 지라기요. 다 인베냐 오늘 저녁에 돈이 사대 고아 듣는 질려는 저기 와면서 所以仅仅是经验到的这些显象它是会被经验的，因为当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你甚至没有办法不让它升起它自然就会升起的，所以这就被称为叫显空不二的道理。那么总之空性方面可以做很多深深的解释但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一般人首先对空性会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呢是什么都没有，空空的黑黑的一片但空性并不是这样，反而我觉得空性是什么？它是机会，它是一切都有可能显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常说空性它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做万法的全源，就叫做法源。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缘起显象的这个全源反而就是空性。所以不要误解了空性，以为是黑黑的什么都没有。那如果是没有，空掉一片了，那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甚深的意义存在了那么那甚至也会让人感到害怕所谓的空性了，但这其实对空性的一种误解。다 되네 귤에 개베 채송 될래야 나세기 요 숨 될래야 따위 제바 마조베 채 마조베 채 서마로다 따위 제바 마조베 채 따위 제바 조베 채
俺当然是大约接把做不了，就快开不了这先预计点把的接，那不素描不来是。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谈到了这个叫做升起了这样的空性跟正见，它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哦？那它里面也有分几个偈言，有几个部分。大家呢，那点的罗面吧的当，俺东北开连产业苦啊，东北开连产业给大白苦啊，你不的，这个定都没着，都是马赛呗。查账能行，查不到长不能行，给我难的吧？就俺那做老马的话学的吧，这一边呢，第四度，这这老马的话学吧，第四度，俺这特别公吧，什么我们打完的，他都样多面为不来是。首先呢是提到说，这是一个标准，是说他没有了解到这个空性的话哦，那是指说他如果认为，显现的缘起显现跟所谓的空性这两者就像是水火一般是不容，是相违背的话，直到他还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就代表他没有了悟到佛陀所谓的空性或者说中观正见的道理。所以这里是说，若执着显空各异，即是未悟佛之密意哦，是这一段。当俺那做了，看他们这的，反正认真去来修的吧，这里这个南华路查的要嘞，认真去来修的，这个南华路查的要嘞。这里面的提军人带呢，本来跟点别个，我们得去看些哪路来啊？俺他这个别南华道上别搞我了是。他这个什么道上来去把他说去，认真下去，别老多，别这么是他这什么道上去，认真就查掉了，现在或点不什么搞我了是，这送人这样的好了，但这俺当然是因为我们这边提出去，他送到嘛不是这样的好了，他就是些么钱，俺当然，第一个大外接把马早被拆掉没了，他这呢你把早被拆掉没得了，南极人就没把这就电子米路通话证明，俺些语境正当规行了，但是大外接把早把因素，他这个被大外接把早被拆掉没了。那么，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的经验到的都是带有实有执着的这样一种经验，我们以为我们所经验都真实存在，所以在格鲁派一些说法，他们会说就破除我们世间的显象都破除。这么会说是因为对于世俗人来讲，我们的显象就是带有真实执着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寻所谓的贪执执着、真实实有的执着，而是就在我们的显象、我们的经验当中就可以去破除的。总而言之，前弘期的教法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在这里就不多说。总之，这是第一个谈到说，如果我们执着显空是不一样的，是各异的话，我们就没有了解到佛陀的密意，这是第一个偈言。再来一个偈言，又提到说什么叫圆满了？就是心中真实升起了正见的标准呢？它是一旦无有轮换时，现见无期之缘起，圣解尽想悉尽除，尔时见悉即圆满。那这里就是我们心中升起正见的标准是什么了？但第一个了，人家没有啥的，第一次来了不是，但因为几家都啥的，第一次过来好不是多啊，几家都啥的。但第一个了，本来同样爬起来了，这下场比呢？同样爬起来了，他就东尼给南巴的哪呢？他说就到我应当马哪呢？南巴差的到吧，南巴马差的到马多啥？现在给这忙不是样的了吧？他看他家里面呢，本来同样爬起来了，这了，他东尼给南巴去能个了吧？让南这不是东尼给，那南巴的啥的，南巴的爬起。工作不是老无语的，但因为呢，我的他东尼差的要了，第一个他这里就是啥呢？第一个东尼给哪把跌当，俺的西巴第二他我也没说差掉了，这里就是啥呢？他第一个了，
동이 있나봐 당 동이 떠버려 고라지 개발 매딩이로지 타대도 여치아 매딩이로지 또 차이 두자다 늦을 고알래나 지금 내하러 주면도 가다 이제 그 돈에 가르쳐에 다는 예시 유인 진단사의 예시사들이야 고알래나 가시기 예시사의 아니바 가르쳐에 딘진이야 예시샤네 송다로지 양양 송다미다 신다的내용도大抵的真需毛钱。那么在这个句子、这个祭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一旦无有轮换时，现见无期之缘起那么这个无有轮换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里谈到一种现见就是同时现起的这个就比较不容易了。那么就是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谈到在见到位的时候，到了无碍道见到位的无碍道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所谓的见到位了悟空性的时候，那么你会有空性的，是空性的相升起了，还是所谓的你领悟了空性了？那有不同的一种说法。那有些说法说空性的相在见到位的时候，你会升起空性的相，那这还是世俗谛的部分。那么当然它的本质还是空性的。那总而言之，在这里可以说指的是现见，是指说它同时你空性的相，还有你对于空性的领悟，那么它是不二的，同时的现起当这样的时候，就代表你算是升起了对于中观空性的正见了。那么再来也有提到叫圣解尽想悉尽除，这里的圣解有一种解释说它就是实有执着。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那总之就不多说。这里就说圣解是一种实有执着。大家呢，东尼下的，他远的东北人的，远的东北下的，这些过了是两月时嘞。大家呢，听这边过两亚个的民族，女把的修了的民族，现在的忙不是去搞出来的修木些。大地下来，送不得来，先别过开不是有水的了呀。像南外月他少，东北没他少，东北人，有的这不是巧，最现在腾讯到差不多民族了，大地过开不是先有水送不来。那么总之呢，空性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所谓的领悟空了悟空性，有一种是说从有而了悟空性，有一种说从无而了悟空性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这里也没有太多这样的力量去领悟空性，所以我想就不多说了。那么接下来再谈到的一个偈言呢，是说还有特别的一个特点，正见的一个特点。它的偈言是：若知以现除有边，以空遣除无有边。性空因果显现理，不受边执见所动。咱不是盘子呀，这是俺啥子的这晚上我主要的，那个大队人马呢，就是已经排的有点太早了。我现在还没有开始那个，如果那些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怕黑，所以最好就先想个办法吧，还需要一点时间。接下来南华军前的前年，他人性也有因为呢，就出把的干用就是这个就约他下，东北军前的前年，就店里面被切他干呀，那这还出来。这个团呢，就还是东尼军这都下完，那就东北丁中东北团都团主义，南加路的里边下边面呢，那就大些一，就腾讯大约一超完，那第一个被搞出来，那就大王老吧，或者是举了，没有用过这些送。
那在这个偈言里面呢，主要谈到的是说，我们可以从一般的经验上，也就是所谓的显象上，从境上，从它本身上，去观察、去分析，它就能够帮助你断除执着有的这样的一个边就是所谓的有边。那么同时，你从空上去思维观修所谓的空，它就能够帮助你断除无边。那么所以在这里是说以现，就是以显现帮助你断除有边，然后以空遣除没有无的那一边等等。你了解这样的性空因果显现的道理的话，那么你就不容易被各种的二边，就是有边或无，有边或断边的、长边或断边的这样子的邪见所动摇。다 되네 다们咱把타르침비 차와더라 되나 뭐니 이제 딘딘 주버 담바당 다 자장 제장 템바디임버레 다 대야 당보들라 대달람 기조 넘숨기 내는 랑게 치신 도베세 위안바된 순주 dob게 땡기도 뭐녀도 접시 보스。 接着呢，我们就讲到了论文的最后，第三叫末义它这里有分2个部分，一个是鼓励修持，第二个是圆满著作。鼓励修持的偈言是：如是三要道精髓，自己如实通达时，而依近处而精进，速证就近之意乐。大人家长的了呀，大体听到蛮些给们都，但是家长的下半的马都特别给了，老三差别吧，一差个不忙啊，差不了当包。那再来最后一个是圆满著作的部分，这里的内容是：此乃多闻比丘洛桑札巴对侄儿查阔阿旺札巴之教言。查阔本部的杰拉玛亚塞个的研究个点不子面看啥的下的啊嘞，里那那个是杰人不切的松中年中的松中拿了的年中给他。持续几的，怕把大东西导致的嘞，等于导致中途站的从一那个的，这里就是那了10多啊，从一下来那个查过帮不来去，这里送多啊，那当然是技术的呢，确实离不tun住的，的呢技术全别大，跟定别大，技术全部这个差的啊，确实离不tun住。这查过本标记，那样式一吧，这样顺序有意思嘞。这里有提到一个叫查阔阿旺札巴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是我们说是宗喀巴大师父子他许多的教典的这样子的耳传口耳相传的记录的这样一个持有者就是他是总是记录者。所以呢，在宗喀巴大师的一部著名的著作的主要的执笔记录者呢，也就是这一位查阔阿旺札巴。那么另外有一个说法，在近代有位格鲁派的大师叫雷巴顿珠，雷巴顿珠这位大师呢，他就是这个查阔阿旺札巴的化身。那确实给的，确实。大体给俺这里的。남선원수인데 지 템샤르지 봐 슈트베 추르지 야오시라 중요 말인데 예비나다 지 아주에 가서지 최기 최배수 다지 최기 가서에 다지 딘중 말로 좀 섬으래 다든지 그 채도 안다지 도디를 슈주어로 도송하래. 안 가장 당부 채비나 안데 순수히 채야데 니만 수마도 요아마 채자 안 남선은 숨디 딱다 그런 죄제 숨이 여빈다 디 딱다를 되게 도 삼차야소. 다이네 채식겨받는 신 그런 다다다다디 된다디 로토 요아마래. 나다 개바스케면도 안다 이제 다저 남선은 숨기 도하네 마 쉬야디 슈주베 수도시. 那么呢，以上算是简略的讲解了这个3主要道那么也并没有这个讲解的特别好。总之，
算是一个好的缘起吧，也为了这样一个缘起而讲解了。本来的计划是说3天当中1天讲一个要点，但是结果计划上也有一些改变啊。总而言之，这次到今天呢，算是讲完了3主要道。다 지난 제르무체 더 제라마 종합의 체무디 더지 미세 더지 가르 벼 간증의 종기 더지 가르 케바 히루 케바의 주변예배다 기부 담바 삼기미 요 전대버디 나로네 안다가 미세가 다 가르쳐야지 배 가르쳐다 지 니마다 나와도 보든지 종예배래 안 디나는 자 미세다 거규 디나는 자 까마감산 처배이미나 아니 까마버시버를 외도지기 군dü는 제르무지 춘중갑리야 아니지 개념이 도마쉬바 아니지 근데 지 찬다와 저로규 지 숭야야래 근데 토는다 제르무치랴 저바지런시 차대야지 안 다는 신기 개치슈지데 가라서나 고문데 어디 해서디 아부 고문도 서도 다 고대 네 야야 다 가르고마서 다 괜히 너무 쉬 차는 공간이 보세 안 되지네 다 이제 토는 잡았지 다 될라 써봐다 잡아다 이제 토는 시에는 망보지 시야도 이나 딱 개치슈 직디에 가라서나 별 간증의 종려야 지 까담 지 가르쳐야 지 까차추 까차 이게 지 냠내 난게인데 엔다 지 거유다 다양 고문데 다 거유데 기루 차대 알아시 라 버다 까담 베나 제 간보바르 시나 다 드네 까차추 송지도 되네 타보를 가자 밀러레바는 마주비 차게 침비기 템바데당 드네 마데 조르제나 마주제 규샤베 까담비 템바니 송 직지도 냠내 나가라 봐 고대 어다 되는 신기 제름 체미네 아다 지 용자라야 까담 제름 지 간데발야 까담 사마사지 드지 타니 떠요 아래 간다 가리네면 이제 그다음 까담비기 러브림 되게 될야 도시 냠내 첨부 싶나 안다는 신기 아주 왼선 인규는 마 유배게 차게 치면 냠내지 소이네야 다 쇼셔머로 나셔 뉴산 다 간다 그 유기 지가르주다 배 간증에 전해야다 지 가차 송제도 냠내 난게 나 바지 그 유바의 길로버를 차례 되지 또 차례도 드님이 이제 토안에 안 잡아서 차례도 삼을 정도 다 망보시라 쇼미 다 망왕디 쉬는 가사래 지금 那么这一次我们所学的3主要道的作者，也就是宗喀巴大师。那么他是在西藏来讲很重要的这么一位学修兼备这样子的一位大师。那么他和可以说我们冈仓噶举这个教派来讲，也是有很深厚的因缘的。举例来说，他曾经跟随亲近到第4世的噶玛巴若佩多杰，是宗喀巴大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了亲近到了第4世噶玛巴若佩多杰，跟随他领受了这个居士戒，并且得到了一个法名叫贡嘎宁波。所以呢，可以说噶举和格鲁就宗喀巴大师这样一个教派呢是很有关联性的。那尤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噶当派和就噶当修心教言跟所谓的大手印法门合而为一的修持，可以说现在有在做这样修持的和一修持的就是噶举派和格鲁派了。比如说
噶举派里面的冈波巴大师，他传承自密勒日巴的大手印法门，同时也传承了由阿底峡尊者传承下来的噶当派的修心教法合而为一的作修持。那同样的，宗喀巴大师呢，他可以说创立了叫做新的噶当派当时也就是格鲁派。那么他延续弘扬了噶当的这种道次第修心的教法，但同时呢，他也弘扬传授所谓的大手印的这样一种法门。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格鲁派也好，噶举派也好，可以说是现在唯二在同时弘扬大手印和噶当派修心教法的这样的两个教派。